鄙人姓中行名期，乃是先晋中行氏的后人，居于魏国。我与张相、张仪是旧相识，我们不要东拉西扯，先说说和氏璧的来历。那和氏璧乃是1月之前张相亲手交给鄙人的。哼，信口雌黄！张相何来的和氏璧？数年前，张相为何弃楚入秦？天下人皆知啊，乃是因为楚国令尹昭阳丢失了和氏璧，而张子是唯一的嫌疑。假如真是张仪偷到了宝玉，那和氏璧如何从郢都到的咸阳？张子在得到和氏璧之后，因昭阳调查甚严，无法将和氏璧带出关卡，所以先将和氏璧藏了起来。此后借着楚国嫡公主与秦国联姻，乃将和氏璧混在了嫁妆之中，避过关卡，带入秦国，由张相自己收藏着。既然和氏璧是这么千辛万苦才到手的，那张仪为何突然差人将它变卖？那是因为公孙衍联合5国兵临函谷关，秦国将败，张子心中惶恐，打算借着出使诸国逃离秦国，这才变卖和氏璧以筹资费。王后好冤枉，给了解药救了芈月，却被大王疑心是首恶，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？公子今日哭闹着要出门去玩，被守门的禁军拦住，惹得他发了好大的脾气。封宫已经2日了，若再无人能证实我的清白，这下毒谋害的罪名恐怕就要被坐实了。王后，这几日我想了许多，越想越觉得悔恨。过去我不曾真正害过谁，若害了，也算不辜负一个心狠手毒的名分。你们跟着我这些年，忠心耿耿，我一人受难也就罢了，不仅连累了孩儿，让你们也跟着落入苦海。王后，王后不要灰心，大王一定会查清真相，给王后一个清白。身边就只有你是我的亲人。二来，我也知道妹妹的难处，你我姐妹一场，说不定到最后连个辞别的机会都没有。更何况今日之事更是让我心灰意冷，我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，你跟着我只会继续吃苦。姐姐莫把前程看得太淡了，这次害你之人能得手，只缘他们精心策划，而我们毫无防备，加之秦王远在咸阳，鞭长莫及，等姐姐安全进了秦宫，有秦王的庇护，一切就都会不一样了。只怕你要不在我身边，我恐怕自己会少了许多主见。姐姐吉人天相，妹妹若不能日日守在姐姐的身旁，也会时时都为姐姐祈福的。
不知为何突然变了主意。怎么回事啊？这都在车里坐好了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不让你们下车，不许下车。香儿，跟我下去看看。杜将军，出了何事？车轱辘坏了。天色不早了，赶紧找人修理吧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哪里有人？只能委屈八子了。杜将军，这是何意？难道从未有人告知八子，除了这车马，人的双腿也是用来走路的吗？杜将军该心中有数，车中皆是妇孺老幼，若无车马，能行多远？只怕半夜都到不了驿站。谁说我们要住在驿站？八子真是宫中富贵之人，已经做了质子，还想着宫里的荣华，日日还等着有人好茶好饭的侍奉。走吧，学会风餐露宿是早晚的事儿。哼，刚出了咸阳，就这么急不可待吗？恕臣无礼。八子，乘车而行，想也不要想了，走还是不走？你们质子的衣食住行都由我说了算，老实顺从，两下好说。耍花样滑头，哼，那就需要怪微臣翻脸不认人了。这马鞭子打着你们，就是爬，也要给我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大王的公子们终于要分封了。关于分封，我已经让初离子去谋划了。公子们都长成了，有些个还军功在身，总不分封出去，也说不过去。不过朝堂内外的诸人都把这分封看成是立储先兆。是不是先兆，还不是全凭大王您的心意。虽说楚军该与分封无缘，但是诸国的公子中，先分封后立储的，并非没有先例，只是多些个周折罢了。姐姐说的是啊。来，大王，你快尝尝我亲自酿的这桂花稠酒。来，好。很香啊。年轻漂亮，这首饰都是多余的。父王说，公母年轻时走上大梁街头，万人瞩目。哪有那么夸张呀？人这一辈子，谁没有过如花似玉的光景呀？只可惜，岁月不饶人哦。哦，对了，昨日永相令向各宫派东西，特地让彩萍多拿了10几匹色泽亮丽的锦缎回来，说是大王赏的。那日仪儿当面向大王诉苦，或许大王心有所感，那些锦缎就是为了体恤姑母的。这漂亮脸蛋子说话就是管用。要是大王能替华儿着想，让华儿愿意替你们去死，求他放过你们。我乏了，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吧。明月拜谢举娘娘养育之恩。明日月儿和蓉儿走了，便没有这个机会了。这是芈月心爱之物，今后再也无用。
举娘娘做个念想。公子，我如今该叫你公子倩呢，还是叫你公子歇？公子倩吧。公子倩，公子倩，不好听啊，总是欠着别人的，做人多辛苦啊。那就随长子怎么叫吧。好，公子歇。哈哈哈，公子歇大难未死，非常人之幸运。为什么把名字改了？长子心知肚明，就不要跟我兜圈子了。你也不要再跟我兜圈子了。老朋友到咸阳绝非一日两日了吧？如今的秦宫之中，已经没有当初受人欺凌的楚国公主了，只有深受秦王宠爱的芈八子。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你黄歇还想做什么？我不相信月儿是个贪恋富贵之人。芈月变成芈八子，定有她的不得已。你说的对。他曾经想离开秦国到齐国去，据说是你们的约定，后来留下来，也是为了要给你报仇。无论做什么，他都豁出性命，飞蛾扑灯，只为了追压而亡的黄歇。如今秦王做主，劫持王后车队的主使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罚的罚，尘埃落定，你突然死而复生回来，你让他如何面对，让众人情何以堪呢？长子，这是我和月儿之间的事情，与他人无关。与他人无关，你为何要更名改姓，藏匿在雍大人府里面？你也算一代才子，经再敬一杯，祝楚王在诸国君王之中拔得头筹。本王知道，楚王一向对我汉中商於之地情有独钟。若楚王愿促成秦楚联姻，那么这商於之地好商量。什么？秦王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。本王对舒公主倾慕已久，望楚王成全。舒公主出嫁之事不宜再谈。眼下楚国正准备与吴国结盟，大王前不久刚应允了赵侯雍的求亲，楚国只有一个嫡公主，总不好一人许配给两国。是啊，秦王，此事寡人的确是为难。大王，晋上晋大夫有要事要禀报大王，让他在大殿外等着。晋大夫说是要事，等不得。什么事如此慌张？让他进来。是。启禀大王。晋上有什么话赶紧说。啊，大王。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，走了。什么？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走了，离开郢都了。这个赵侯雍简直是荒唐，朝三暮四，竟然把两国联姻此等大事当作儿戏。赵国使者临走时说，他们亲眼看见秦王和舒公主多次在驿馆私下相会。